第三種機型是愛唔好，愛唔好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愛堅持，唔好放棄。我愛堅持，唔好放棄。我要堅持，不要放棄。我要堅持，不要放棄。睇下男士演講。我愛堅持，唔好放棄。我愛堅持，唔好放棄。這個世界愛生意，唔好促商。這個世界愛生意，唔好促商。跑步的時候要小心，不要受傷。跑步的時候要小心，不要受傷。這個世界愛注意，唔好跳倒。這個世界愛注意，唔好跳倒。也做得講，這個世界愛注意，唔好溜倒。這個世界愛注意，唔好溜倒。跑步的時候要注意，不要滑倒。跑步的時候要注意，不要滑倒。好，今日真經當時蒙大家聽下好聽的阿中古從頭到尾啦，馬拉松兩篇課程聽下來完成了，先本大家好，先本自己嘅掌聲鼓勵，本自己嘅太太隻嘅懊惱吼，希望大家好，聽得了解，好，聽得了解嘅課程過後咧，你就做得開始來準備，不管你要用哪種嘅運動，愛去重量訓練咩做得，愛去平常時去慢走咩做得，愛去走馬拉松也做得，也甚至去打網球、打排球，潛到一隻，本自己做得，哦，有規律嘅生活嘅運動都係好嘅事情哦。客家廟嘅行業，還有新嘅課程去等大家哦。我係圖書中阿中古，我老太太講，張來了，拜拜。